各种无同款造型、功能真趣味的笔哦，囡仔拢真爱早去学校使用，大家做伙耍。也毋过哦，消保处抽查市面上17件玩具笔，有16件表示无合格，其中阁有2项哦，品质的检测嘛无合格，所以呼吁家长伫咧买的时阵，着爱特别注意，爱检查。毛黑造型的叶仔，也有艋舺人物的帽仔，手镜头啊，一个都变化无同款的造型，颜色各颜色的七头名笔，正做学生心目中的人气商品。啊，不过这笔敢才是安全的。电视购物这款多功能圆筒的玲珑笔，都要卖990块。啊，不过无代表愈贵就愈安全，因为相关的电流符号甲电压标示拢无。过来这支讲是延时压的自性金属笔，这么细的小物件，一无细致，就可能互囡仔吞入腹肚。因为小零件的脱落哈，是在以往在国际上啊，很多的就是被小孩子拿起来吞食啊，或者是塞在身体有些不该塞的地方啊，所以造成了一些那个所谓的伤害啊。特别像这一次我们发现啊，这个磁铁这种东西啊，它如果吞食下去的话，它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。消保处抽查市面上17件七头名笔，发现有16件无符合标示规定，有的无商品检验标示，无繁体中文标示，甚至品质检测无合格，那是违规，严罚1万。我们会首先要求销售者不得再陈列销售，那我们会再追究那个报验义务人，也就是制造商或是进口商，那个相关的责任。那查证假如有不符合商品检验法，最少处分1万块。消保处呼吁家长买囡仔相关物件，一定要先检查是不是有检验标示，才能代表政府已经替消费者做第一步的把关。标检局除了要求业者限期改正，或者是回收衰去，也做全面网络清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